刚才商量了说咱们改革，一个是一周呢，咱们就星期六下午3点半吧，行，足够。那个，然后究竟是3个小时还是多少，咱们到时候具体掌握。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每人买一套字典，然后呢，这个自己预习新课的生词，来了之后呢，就那么一过，基本上就这个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可以这个速度比较快。这样的话，后边就可以速度大大提高了。就暂时先这么定。咱们今天就还接着讲，先复习一下61页。제우 나셉도 대활 송어. 제우 나셉도 대활 송어. 공바 쾌기 귀소. 공바 쾌기 귀소. 내 마귀. 내 마귀. 코웨 디 로마. 코웨 디 로마. 니잠 깨베체. 니잠 깨베체.登给洗吧.登给洗吧. 다바인. 다바인. 카장 나웨. 카장 나웨. 你莫记三届的马翁巴音咯俺动呢可给地来有培米托巴尔独白马东巴音多信度穷外瓦伊马特贝库巴钦波有特给生给伢拉古尔瓦尔切亲波那么啦数学呢您给喇叭儿切把忙提议举例的乌在国给他块塞国占你了谁约的行我妈出苏米亚俄库拉内浪的阿玛拉这读卡张给南脚把贴了阿倔一个孤儿穷可给让给对吧倔呢心白小气这穷拉玛心康给羊驼呢写下了西呢吐达姆拉修读巴拉恰堂特有批外写努不读西索努不呢批外霍尔西索马没错忙那马虫牛那突痛却让了着啥约把人独白送复习就完了，咱们下边来这个新的句子啊。现在这个语法呢是自主动词的命令式，前边是30已经讲完了，现在讲命令式63页，不64页翻过来。这个讲命令式呢，现在正在讲就是64页第2个句子啊，就是第3句子。这个现在讲命令式正在讲什么呢？就是一个动词的命令式本身就可以做命令式，讲这样的命令式。像这个刚才读过的这个句子最后那个词儿送就是什么呢？是走的命令式，就是让对方走，
哎，命令是祈请句啊什么，反正意义就是说让对方做什么。哎，说看来你是有去处的，走吧。哎，让对方干什么？这就是那个直接用动词的命令式做命令式。咱们再来看下边一个。爱norge， 爱 norge， 爱是我的，nor 是这个宝贝财富，吉是句格，整个这三个单词组起来就叫做用我的宝贝。哎，用我的宝贝，用我的这个财物，用我的财物干什么呢？说却给汪晕，却给汪晕，却给汪晕米雍，却给汪晕米雍。哎，却是你，给是的，你的什么呢？汪晕，汪咱们这个学过，是这个根是吧？自在，对，自在。根自在，还有一个意思是灌顶，哎，这地方是灌顶的意思。然后呢，晕是什么意思呢？酬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资啊，什么工钱呐，哎，准确的意思就是酬金，哎，晕。然后呢，它也有价钱呐，是这个什么不失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酬金。灌顶的酬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灌顶的供养。后边米雍，雍是一个动词，雍的动词的意思是这个来，就是过来、进来、来临，这是一个意思。还一个意思呢是发生、变成，就是发生有了，变成就是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吧，哎，还一个意思是将会，表示未来时意义的。这个地方取什么意义呢？就是取那个叫变成，就是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说米雍就是说不能变成，不能做，不能变成。我的财物不能变成你的灌顶的供养。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米拉日巴在上师那待着呀，老不给他那个传口诀，老不给他灌顶，他着急。然后他师母呢非常同情他，老给他出主意。曾经有一次啊，他师母啊把自己大概我现在记不清了，可能是比如说他保存的一个宝贝，也许是他的这个戒指啊，也许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吧，很值钱的一个东西，给了米拉日巴，让他去作为灌顶的那个供养，哎，给师傅供养，因为他不是没钱嘛，给师傅供养，然后要求是啊，对了，那是师傅要灌顶了，要那个举行灌顶仪式，他呢也想参加，所以呢，他师母就临时给了他一个，自己给了他一个供养的东西吧。结果他到师傅那儿，那个米拉日巴到师傅那一供养呢，上师一看，自己你这是我的东西，你，所以就说这话，说我的东西啊，你不能作为你的供养的，你的那个灌顶的供养，这个，哎，米雍不能作为，这个地方有这个作为的意思，不能变成，哎，这个从这个变成这个意思呢，转出这个意思来，就是说我的财物不能变成你的那个供养，哎，这样的话呢，就他这个译的时候叫是不能做你的灌顶供养，哎，这个译的也很好。下边啊，却让了约呢，却让了约呢，却是你，让是自己，拉是余格，就是那个属于谁啊？是主格，就是在谁那里，就是谁那里有什么东西是用那个余格的。所以你自己那里约是有，如果拿是如果在你自己那里有的话，哎，就是你自己的财物的话，
哎，你自己那里有财物的话，有这个灌顶供养的话，开销是带是吧？销是来是吧？哎，带来你就拿过来。台民不是他，就是说他这个他是指谁呢？就是上边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你自己有你就拿来。台民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是那样的话，实际上就是否则的话，哎，不然的话，就是不然你看，相反啊，就是不是那样的话，是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爱往这度，马爹，爱往这度马爹，爱是我的，往是灌顶，柴是什么呢？柴是行列，这地方翻的是席位，就是你不要在我的灌顶的行列里头，或者是他这，所以他翻成席位呢，更那个从这个句子更合适，就是马对咱们学过是那个两个意思，一个是坐在那儿，一个是居住在那儿，是吧？住在那儿也可以这个抽象意义，也可以短期，也可以长期。坐在那儿也可以有这个长期短期，就是一个坐一个住，这个地方就是坐，就是你不要坐在我的那个灌顶行列里头，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要坐在我灌顶席位上，它只是一个具体情况的翻译，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行列的意思。你不要坐在我的灌顶的行列里头，他肯定是屋子里头都坐在那儿了，他也想这个参加，不让他坐，整个意思呢，咱们再串一下啊，就是这个翻译主要就是说掌握这个理解跟这个他的藏语的这个习惯啊，一些里头的东西啊，来体会到它的原意。整个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财物呢，不能变成你的灌顶的供养，你自己要是有的话呢，你就拿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不要坐在我的灌顶的行列里。整个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咱们再来读一读啊。爱努尔给，却给汪晕，米雍，却让了约呢，开销，台民，爱往这度，马爹。再来一遍啊，咱们这回句子稍微长一点是。爱努尔给，却给汪晕米雍，却让了约呢，开销，台民，爱往这度马爹。这是一句，下边一句啊。这个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用动词的命令式直接做表示命令式是最简单的。比如说这里头有两个，一个是却让了约呢开销，这个开就是那个带来的命令式。这个带来这个变化很简单，一共就两个变化，加上阿沃是现在时未来时，前两个就带阿沃，然后是过去式命令式就把阿沃去掉。这是一个咱们说过是那个你编故事的那四个带那个词儿的，它一种非常特殊的变化，就是前两个一样，后两个一样，它这个命令式跟过去时都是把前加字阿沃一去掉就完了。这个后边这个对也，这是咱们很熟悉的一个词儿，也是这个，就是说它的命令式呢，就是很标准的，就是加一个就是这个有哪若，然后有这些变化就完了。但是它那个后边是塔扎，所以后边不会加这个撒，不会加这个在后加字了。塔扎本身就是在后加字。好，下边咱们再来看一个啊。下边这个句子比较简单，塔是现在，是我，现在我后边给包啦马爹，
给包了马对。哎，给包是国王，拉是向国王，对着国王，哎，表示方向。马对是这个，它基本含义是什么呢？创造发明。哎，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交付、委托、付托。第二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面对，哎，面对着。现在这儿取什么意思呢？就是取这个交付，大概是这个人们认为他犯了罪或者犯了什么错误，然后要把他交给国王处置。哎，他呢要求说，你先别把我交给国王，大概是有什么要解释的。这个这样一句话，就是现在我注意这个我是不带句格的，所以它是宾语哈。就是马对不要交给谁呢？交给国王，这是一个间接宾语哈。交给国王要有拉宾，就是来表示方向，交给谁？交什么呢？交我啊！现在不要把我交给国王。这个意思就出来了。咱们再来，这个对呢，就是刚才说的，咱们在这儿取的是这个交付的意思。它的这个，它的原型啊，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它的那个就是现在时、未来时，跟那个，现在时、未来时跟这个命令式呢，都是这个，就是三个是一样的。然后呢，过去时呢，就是在前边加一个那个改成把握，这是就是说这是他的命令式，就是请你们，这实际上是祈请句，哎，请你们现在不要把我交给国王。咱们来读一下啊，卡雅给包拉马对，给包拉马对，给包拉马对，给包拉马对。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命令句，就是直接用动词的命令式表示这个命令式。下边再看第二种，这种呢比较常用，就是命令式后边再带一个语气词，就是记。后边那个记括弧里头的习跟系都是根据那个后加字不同的变化。否定式呢，前面加个麻加现在时，再加上这个记，这个时候呢，就这个记这个意义啊，就命令式的意义就更重要了，因为完全由它来表示这是个命令式啊，因为前边变成那个现在时了。它这个为什么用现在时呢？它有时候它是这个有这种意义的需要，咱们来根据具体的句子呢来体会一下。就是第二种形式是在这个全句的最后啊加一个记，这就是命令式，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命令式的表示方法。在全句的最后呢加一个记，包括习这个它的不同的这个变化。咱们来看一看啊，如果要是这个肯定式呢，前面的动词要用命令式；如果是否定式呢，就用现在时。就用原形就是。咱们来看一下啊，说下边一个是给包所学论包nam，给包所学论包nam，给包所学论包nam，给包所学论包nam。哎，咱们来看一下啊，给包是国王，说就是各自个别，哎，各个啊，你对你要是最省事就各个。哎，这样记就是那个最简单。各个的论包论，注意这个拉一有上那个上加字，或者说拉本来是下加字哈，平声。哎，它是读平声的。论包就是大臣。哎，这个论字如果去了后加字，拿是那个智慧心意识的那个，哎，加上拿论是这个大臣。论包，那么是复数。整个这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给包呢是主语，就是国王说一句话，说什么话呢？后边说的话是说
各个大臣们。这个什么叫各个大臣呢？这就得介绍这个故事背景了。这个各国的使者呀，来向唐王，向这个唐太宗啊求亲，求这个公主，都要娶这个公主回去。然后他当然是给自己国王来说亲的啊。他这个要求娶呢，这个是因为要求来的国家太多，这个唐太宗啊就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来筛选我这公主就一个嫁给谁。然后他就出了很多的难题儿，说你们谁能这个解答这个问题就嫁给谁。然后呢这个难题呢还出了很多。这是其中有一次啊，就是在皇宫里头呢做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呢，给这个各国大臣你们都在外边等着，做好了之后呢发一个信号，你们就可以进来了。进来之后就是你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你比如说有一个，你比如说吧，就是领着他们在这个皇宫里头转到一个地方之后呢，你们自己回去，你们自己就是要走出找到那个门走出去。像这一类的难就还有很多了。这就是这样的说。先不管国王啊，看国王说的这句话，国王说什么呢？各个大臣们就是各国的，你有的这故事背景就是各国的大臣们，因为他每个国大臣不管有多少，他是一个组，对吧？各国的大臣们下边啊，坡张度孝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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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张是皇宫啊，或就宫殿，坡张就是宫殿。当然，这是国王的宫殿，就是皇宫了。坡张图是图是这个拉丁是方向，孝是过来哈，这最简单的过来。即就是让你过来，就是表示命令式，表示提醒式，就是请你们过来，请你们过来。过到哪儿呢？过到这个坡张，过到这个宫殿里头。塞位。塞日是说，塞日说到这儿这一句呢就完整了，就是主语是国王塞日，国王说的话是这个塞跟国王之间在前边这句话，这是国王说的话。国王说什么呢？说各国的大臣们，你们到宫殿里来吧。就是这么一句。然后整个这句话加了一个哇，加了一个爬，就是整个这句话名词化。整个这句话名词化，就是国王说的这句话呢名词化，就是各国大臣你们到宫殿里来吧，这样的一个达日音背。达不要后边那个然，达是什么呢？是符号、记号、信息、消息、名称。它的字性呢，就是就是一个符号吧，或者说信息。符号信息看来是它的这个核心意思。就是达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可以信号啊。然后然是这个是的那个要求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页格。是咱们就不管后边那个仨了，先说是信号，是吧？这是一句话。是信号。这个信号呢带一个形容词，带一个定语，是吧？是什么信号呢？是国王说各个大臣你们到宫殿里来吧的信号。整个这句话的一个整个这句话一个名词化作为信号的补语。什么信号呢？就是国王现在说呀，你们可以到宫殿里来了，这样的信号，这是这样的信号。肯定是那边一发信号呢，这地方啊，唐朝他安排一个人跟这个大臣们说这个呢就是国王说让你们到宫殿里去的这个信号。注意他这整个给这个整个句子呢引罢，又加了一个罢，就是全部句子呢
又成了一个名词，就是由于这个信号就是国王让你们到宫殿里的去的信号，加上一个撒就成了一个元音。由于这个呢就是这个信号，所以呢我现在对你们说送喜啊，他送喜，他送喜，他送喜，现在走去吧。哎，现在去吧，现在进去吧，现在走吧，是吧？哎，就这么简单。送就是这个走的命令式，哎，现在去吧，那就是有一个人在这儿这个看着他们哈，那个就是等着那个信号，等着那个信号一发，这个人就跟他们说了，就批准了啊，说这就是国王让你们到宫殿里的信号，你们现在去吧，哎，可以了。这就是整个话的意思。所以这个藏文这个表达方式啊，咱们慢慢来这个熟悉它。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呢，也可以随时问，咱们再来读一读啊。给包所学论包南，给包所学论包南，破张度小记，破张度小记，32大日银白，32大日银白，他送喜，他送喜。再来一遍，这句子比较长，再来一遍。给包所学论包南，给包所学论包南，破张度小记，破张度小记，32大日银白，32大日银白，他送喜，他送喜。哎，这就是一句。它的这个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命令式呢，用一种什么形式表示呢？句子最后带一个记，哎，最后带一个记。你看它前边呢，如果是肯定式，就是用那个动词的命令式；如果是否定式呢，就用这个现在时。哎，但是它整个特点就是说，它这个命令式是最后带一个记。你一看最后有一个记，一般都是命令式，就是请对方做什么。这个小记，哎，它这是因为后加字是卡，它就用这个记。这个送喜，这个因为后加字最后一个字是撒，它就用这个西，只有这个撒后边跟这个西，是吧？哎，这是撒跟西是单独一对一，这个记呢是在这个比较少数的几个后边，然后剩下呢都是那个习，这个是在几页来着？好像是29页，你看咱们看一下吧，29页。29页就是中间就是那个五不定指代词，就是这个，它跟在什么呢？咱们看呢，它是最后一句，你看最后一句是撒用系，是吧？它是一对一。然后再看头一句那个中间那一句说前一节后加字为卡塔爬，哎，塔扎就不用再记了，因为那个塔就是塔扎，是吧？你就记3个，就是说有3个后加字的后边用记，就是卡塔爬，其他剩下的都是习，哎，剩下都是习。撒好记，撒跟西对，关键就是记这个卡塔爬后边用记，就记住这个就行了。你可以自己找找规律，就是说这卡塔爬跟这个记的关系有什么规律啊？可以慢慢的自己总结，找到规律之后就好记了。行，这是一句，下边咱们再来一句啊。看啊，第6句，昂巴是咱们前面说过是大雁、野鸭子什么，反正就天鹅，就是这一类的飞的东西，看这个故事里的具体情况来定了。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大雁。下边一个啊，蕊贝，怎么读呢？头一个注意啊，如果不要后边撒，是读如，如是吧？日乌如。如果要加上撒呢，这个乌就变成了鱼，就是日鱼，哎，咱们汉语里头没有这个发音，日鱼鱼，哎，日鱼，有点像唱京剧的那个道白是吧？拿着劲儿日啊，哎，日鱼声母是日，韵母是鱼，日跟鱼拼起来
日语日语比较别扭啊，这个无所谓了，你就自己多练习练习，这个舌头就咬过来了。日杯，哎，日杯是什么呢？就是乌龟啊，日杯就是乌龟，很简单。大雁和乌龟，但是这个大雁和乌龟有一个什么不同呢？大雁后边加了一个撒，那就是大雁是主语，乌龟是宾语了，对不对？哎，这很明确。大雁是加了撒是句格是主语，那个乌龟是宾语。动词是什么呢？是 carva 是什么呀？是带，是吧？刚学过带的那个过去时，咱们说过它是现位都带一个啊窝，过去时跟命令式呢都是把啊窝去了，变化就这么简单。看来这个带是经常用了。哎，这儿呢就是过去时。整个这个句子意思已经出来了，就是大雁带着乌龟。大雁怎么带着乌龟呢？这是那个有一次这个乌龟啊跟大雁它不是都在水边吗？商量说我也想到天空去看看，就是想这个周游一下世界啊。这个大雁说好办呐，说这个我们俩呀两个嘴呢叼一根棍儿，你用你的嘴呢咬住这根棍儿中间，我们飞起来不就带你上了天吗？哎，想了一个办法，结果呢两个大雁叼了一根棍儿，乌龟叼住那个棍儿的中间，但是这个大雁在临走的时候一再嘱咐这个乌龟啊，你千万不要说话，干什么你也不要张嘴，你要是一张嘴啊就掉下来了。乌龟说那当然记住了，那没问题。哎，知道了，这就是这么个故事。所以结果他这一飞起来啊，这个人们看到之后很那个惊奇啊，这个小孩子们啊跟着跑，一边跑一边就喊这句话，说你看这个昂贝瑞贝凯瓦，注意后边啊，对是什么呢？对，你看它的基字是那个拉大哈，这是那个看的基字，看的基字加上哪若加上撒就变成了命令式，是吧？这是看的命令式。西，这就是命令式加西，这是这个，因为后加字是撒哈，命令式加西就是让别人看，是吧？孩子们看见之后呢，都喊看呐！这个大雁带着乌龟啊，哎，很新鲜，在下边互相这个招呼啊，这个喊这句话。这个小孩子们本来是看热闹了，看新鲜了啊，喊这句话。这个乌龟啊，他这个心里头不平，这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生气，他就要跟这个小孩们那个，就感觉小孩们很讨厌啊，他就要跟小孩们要争辩，结果一张嘴跳下来了，这就是没有修行，这个没有涵养啊，这么个故事。咱们来看看这句话啊，话的关系已经清楚了，就是说，小孩子们互相喊看呐，看什么呀？就看这个大雁带着乌龟啊，这他嫌那个好像乌龟嫌好像是笑话他了，怎么着？自己这就是这个生烦恼了啊！咱们来读一读这句话：昂贝瑞贝，凯瓦对西。昂贝瑞贝，凯瓦对西。句子很简单，这个语法意义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命令式加命令式的语气词系，即这是这个一种命令式的表示方法，这都是肯定式了。下边是一个这个否定式的，否定式的注意，否定式的它就可以用现在时。咱们看了句子再分析它为什么这样啊？咱看啊，却给辛迪，却是你，迪是句格，这就是你是主语了哈。你是干什么呢？辛迪是宾语先出来，它是主宾谓这样一个次序。
宾语是什么呢？是兴，兴是树，哎，兴是没砍的时候是树，砍下来就是木头。现在显然它是这个没砍就是树。荻是指代词，就是这棵树，哎，后边是动词，麻倔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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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动词呢，它是否定式，所以前面带麻。这个倔是砍断，就是这个砍杀、砍断的这个现在时。这个呢，咱们先讲这个啊，后边记就是命令式，哎，就是你不要砍这棵树，就是这个句意也很简单了。它这个现在时呢，咱们因为书上有，咱们就干脆翻过来看一下54页。54页，这个中间这个就是偏下一点，这个弄断，是吧？弄断就是倔。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变化是咱们的那个总结的7字诀哈，叫未卡过爬命送气啊，你看就是未卡然后它还有 o a a o 也变了哈，未卡过爬命送气，哎，加跟它横着送气变成掐，这个很规矩的一个变化，弄断。这个咱们再翻回来，咱们就讲这个为什么它要用现在式。它这个命令式啊，它这个在否定的时候啊，实际上它是在阻止你做这个动作，是不是？它就是说你不要做这个动作，它并不是让你做这个动作。如果让你做这个动作呢，它就用命令式，是吧？直接用命令式。就是前头那个命令式加上那个语气词哈，它这个否定是什么呀？它不是让你做这个动作，它是并不强调让你做这个动作，而是说这个动作你不要做。它所以这个动作对于这个话来说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动作，是吧？是那个最一般意义、最这个普通意义的动作，它并不是说让你做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时候它用现在时，现在时呢代表这个动词的这个最普通、最一般表现形式。所以它是阻止你做这个动作，所以你用这种联想呢来记这个形式，就是说，如果要是它不让你做一个什么呢，它重点不是让你做，所以它那个做字呢，就是阻止你不要做这样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用一个一般表现形式，否定式，这样来记。哎，麻倔吉就是不要砍，哎，用这个记呢来表示这个请他不要砍提醒式或者命令句的这个表现形式。就是不让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动作呢就用这个动作的普通式，也就是这个原形，用现在时，这样来记。咱们来这个再读一下啊，却给辛迪麻倔吉，却给辛迪麻倔吉。这个麻倔吉也对，麻倔吉也对，这个是无所谓的，就是麻倔吉。麻倔吉是读书语就没问题。这个口语里头呢，他经常这个为了你麻倔就有点费劲儿，他就跟后边都弄成平声，就麻倔吉，就是口语一般都比较懒了，哎，懒省事儿。下边一句啊，开架葱巴n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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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开是您。就是你的敬语，您，您汉语里头也有，就是包含复数哈，就是说如果你们很多人也可以称您，哎，这个驾是就是大家了，是吧？咱们说过那个驾就是复数，是吧？哎，开驾就是你们，葱巴是商人，咱们也学过，那么是复数，你们这些商人，你们商人们，哎。龙白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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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巴呢，一个意思是地方，就是某一个地方，哎，一个意思是山沟。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某一个地域、某一个这个区域，它是这个意思。这个山沟呢，是它的另外一个意思，两个意思。这个地方取它这个龙巴是取山沟的意思。山沟的铺是什么呢？铺
也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用嘴吹这个气儿的那个气流，噗，噗，就是气流，这个跟它的那个这是气流发出的那个声音，表示这个气流，噗，气流。然后这个第二个意思呢是山沟的头，就是山沟最高的那个沟头，山沟从那个山上形成沟，开始往下，这沟越来越大，越来越低哈，沟头就是那个山沟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地方，沟头。这两个意思呢，好像不太好联系，我想也好联系。这个山沟都有气流，吹气流，对，你就来联想吧，就是气流是沟头，陇北铺就是说山沟的那个最高点儿，山沟的沟头，山沟的那个最高点儿，下边也给，本来是牙，因为后边这个体是闭元音，所以前边那个啊变成就牙变成也给，这个ra是加上去的。这个也给注意啊，这是一个整个这两个音字是一个单词，它不是一个的。它这个后边这个体呢，虽然是的，但是这个的呢，用在这个上边已经用的都名词化了，最后就是的当成这个名词的组成部分了。也给是什么呢？是那儿，就是那儿的上边。咱们翻回来，咱们学过，翻回来这个页数是，找到了，25页。25页，你看那个第二个指示代词，是不是敌这里忒那里？注意后边啊，也给啊，坡基，咱们来读坡基，那儿是前方原指，前方的源头那儿。坡一般是指对面，是吧？所以它坡基，实际上这就是把那个的当成名词的部分了。然后再下边一个也给，牙是你看那个牙的两个开口都是朝上的哈，它是指上方原指。你比如说，你看那朵云彩哈，那儿也给，下边莫给，还是那儿，但是呢它是低处。你看那个麻的那个开口是不是冲下开的，是吧？麻是都是这个指低的，这个很多单词组成啊，指低处的或者是你比如说那个马麦，那个就是那个母子哈，它那个麦就带这个麻字，就是比较低那个都带麻，比较高的呢牙往上开口带牙，这是个普遍的意义。所以这也给呢是上方原指，那儿。咱们再翻回来，这个看啊，他说你们商人呐，这个山沟沟头的那儿，沟头因为山沟沟头都比较高了，所以它原指是那儿，那儿，然后加一个ra，就是拉丁，就是说指方向。那儿怎么着呢？后边是动词，注意啊，马卓喜，这个马卓。着是走，走或者是去，马着就是不要去，命令式。这个着呢是现在时跟那个未来时是这个同行的，因为它那个未来时没法加爬，它因为有前加字啊不变。这个地方呢就是取的叫现在时，就是不要他做这个动作，都用现在时。不要去，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商人们呐，不要去那上边这个山沟的沟头去，这个也给就是那儿就是比较高的那个原指，然后山沟的沟头，他写的是山沟的深处，译的也很好。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罗刹国那个商人们船破了之后被挑到这个罗刹国这儿，罗刹女把他们迎上去，然后呢就跟他们结婚生子过日子，然后就告诉他们呀，你们商人们啊不要到那个山沟的那个沟头那个高头那个不要到那个地方去。结果那个
释迦佛的那个前身呢，菩萨他比较智慧，他就非要去，他结果去了，发现那儿关着很多人，这个就是咱们讲过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罗刹女说的话。咱们来这个读一读啊。开架冲巴南，开架冲巴南，龙白扑也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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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卓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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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商人不要到那边后头去啊。第三种这个命令式的表现形式，注意啊，是现在时加个八日或者是蛙日，缺席，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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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这个缺呢，跟前边那个叫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命令式相对，整个就是那个做的那一套变化。这就是那个做事情的做的那个命令式，加上那若是这个后加撒，因为它本身记字是爬，所以这个你即使有前加字，它也要去掉。所以呢，这是这个做的命令式。这个所有的动词呢都可以加它哈，过去时、未来时这个命令式都可以加，以它的这个过去时、未来时命令式来表示。这是一个所有的变化里头都有的这么一个形式。前边加一个八日或者是爬日，这个呢，你看啊，它为什么这个也用现在式呢？就是后边你看，既是做是命令式，后边还有命令式语气词那个系，所以呢，它等于是后边已经强调了命令式的时候啊，前边就是命令你一般意义的做这种动作，所以它就用了它的现在时，就是不强调命令这个就是命令你，就是请你来做某一个动作，这样它这个就是用那个动作的那个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就行了。咱们看它的例句啊，却紧巴且短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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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你，紧巴是布施。注意这个地方呢，由于它后边啊连续两个动词，一个是且是做，一个是觉是想，就是这个希望哈，想就是想布施想做。由于后边两个这个一个助动词，一个这个且已经两个动词了哈，所以前边这个呀，它就用了名词，就是说紧巴也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但是在这儿呢，它因为后边已经两个动词了，前边这个就当名词来对待，就是紧巴读的时候是当双音节来读，如果当动词读呢，就是紧巴，是吧？这个注意周老师听周老师读的时候，注意他那个口气。当然有时候个别周老师也是读错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那个读的对的，所以他读了之后啊，你要考虑说为什么他读紧巴不读紧巴，因为他是拿它当名词对待的。名词就怎么？名词就是名词读的时候是按双音节读，就是紧巴，这是连读了。连读，对对对，紧巴。那个如果动词呢，它后边是轻声，是广读前边就是紧巴。后边带上就完了，它是那个读法不同，表现它这个就是说拿它当动词还是当名词。这个因为它不搞连续三个动词哈，它就这个，所以前边这个就当名词来对待了。就是说，你想要做布施的话，是吧？就是把这个布施当名词对待。如果你想做布施的话，后边啊 ，Kimna 约呗。Kimna 约呗 ，Kimna 约呗 ，Kimna 约呗 ，Kim 是家，是吧？咱们也学过。拿是地点语格，在家里。约吧有的，在家里有的后边，诺儿他们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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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儿是财富，他们借是一切所有，在家里有的所有财物。如果你想做布施的话呢，
咱们家里头所有的一切财物，怎么着呢？尽半缺席，尽半缺席，尽半缺席，尽半缺席。你看这个时候它是动词，就是做这个现在时动词，读的时候就是后边那个把带当轻读，前边就是当一个单词来读就完了。尽半就是布施，这是动词。缺席，这个8日缺席，这都是这种命令式要求的哈，就是加8日加这个缺席。缺是这个做的命令式，后边也是命令式语气词。8日呢，这如果要是硬讲的意义，就是前边名词化加一个拉敦，是吧？就是做什么，这是这个一种命令式的表现形式，就是直接用做的命令式来掺和进去，表示它是命令式。这句话整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布施的话，家里有的所有的东西呢，你就布施吧。这是谁呢？就是单氏太子，他是要下海出海寻宝。那个国王说：“你为什么？”他说：“我要布施。”国王说：“你要布施，家里头有的东西你可以全部布施，你可以随便挑着布施啊。”那个，然后他就开始就布施，结果布施了一大半，结果那个看库的跟国王说：“这受不了了，说这再布施就没了。”然后这个弄得国王最后只好同意他出海。好，咱们来读一下啊。却紧巴且点呐，却紧巴且点呐，却紧巴且点呐，却紧巴且点呐。Kimna 约贝 ，Kimna 约贝 ，Kimna 约贝诺尔他们见 ，Kimna 约贝诺尔他们见。尽半缺席，尽半缺席。再来一句啊，这儿有一个命令式，表示方法倒很省事儿，就是命令式加一个堂，记住有这种形式就行了。命令式后边可以跟一个堂表示命令式。这个堂的意义就跟前边那个记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命令式语气词。这个堂，可以做命令式的语气词，记住，就是说它不但可以做和，还可以做命令式语气词，在记得的最后出现。咱们来看这个例句啊 ，nemo，这个 ne 单独读就是发这个去声了，那。鼻音由前加字变成平声，仨再念下来，那是地方是吧？或者是住，地方或者是住。猫是这个女性的阴性词的词尾是吧？那猫是什么呢？就是住的那个女主人，住的地方的女主人，就是叫这个旅店的女主人。就是旅店的女主人，就是有时候也指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就是女当家的，最一般意义就是旅店的女主人，就是女老板或者女房东。行金扎西，行金扎西，行金扎西约吧，行金扎西约吧。行是土地田地，金扎是什么样的？即是什么是吧？扎是像什么样子？金扎就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习是不定指代词，就是什么样子的一块地，什么样子的那块地，什么样子的某一块地。约吧有，这是什么呢？这是米拉日巴呀。他的一开始跟的那个师傅啊，是一个外道。他这个师傅呢，就是会做一些法，他不是出去学法术嘛，他学了一些法术，然后学了法术呢，他师傅要求他呀，就是替他师傅去报一个仇。那个地方的人呢，曾经这个骂过他师傅，反正就对他师傅不好。这个时候他学了这个咒语之后呢，他师傅让他去啊，这个到那儿给下一场雹子，把他们那个正好是赶上庄稼要熟的时候，一场雹子呢，给他把那个地方的庄稼呀全部给砸了，全部砸的就成熟不了了就。他去了之后啊，他住在一个女房东家哈，
到他这个调查了情况，准备要做法的时候呢，这个他跟那个女主人说了，说我要下雹子。女主人一听就急了，说我那个地里刚那个什么那怎么就是你一下我这就没收成了。他一听呢，他就说女主人，哎，这个他这是那猫是叫这个女主人说女主人哈，行金扎契约吧，就是你有一块什么样的地，你有一块什么样的地，就是你那个地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后边啊，牛肚人毛，牛肚人毛，牛肚人木，牛肚人木，柴汤，柴汤，牛肚人木柴汤，牛肚人木柴汤。哎，牛肚就是块块的，哎，肚是这个这就相当于中文的里头那个土地土野地，就是状语。牛肚就是块块的啊，就是这个快的，迅速的，哎，快点儿。然后呢，人木是图画，人木是图画，题是画，题是那个写跟画的那个，如果不加仨是它的原型，题就是写或者是画，写字或者画画，哎，加上这个仨呢，就是它成了命令式。唐就是命令式词尾，说女主人呐，你有一块什么样子的地，赶快画一个图吧。哎，这个就是让女主人把她那个地的形状画出来。她画出来形状之后呢，她做法的时候呢，就是哎这一块地呢，哎对，把这块地让过，就是雹子不要下到这块形，对，不要下到这块地。结果他就做法就把那个除了这块地呢，其他的庄稼全都这个砸坏了。这是那个一开始他为了学法术嘛，他这个也不懂佛法，就是他做了很多恶呀。他那个后来他到上师那之后，上师不是让他那个修房子什么，就是让他这个就是受了很多罪嘛，实际上就是消的这些罪业障。前头不懂佛法，不懂因果，做很多恶，过分了。哎，对，他母亲让他那个报仇嘛，所以他一报仇杀死了35个人，这都是他很大的罪恶。所以后来上师到那之后，先让他消业障，所以让他背石头，背的那个背上都起了这个疮啊，哎，这是这个《米拉日巴传》里头的啊。还没完呢。咱们来补，我看这个句子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句子整个意思就是，女主人，你有一块什么样子的地，赶紧画一个图画吧，哎，就是马上要做法了，这个突然发现这个情况，哎，好，现在呢，学完下一句，咱们来休息一下啊。这一句呢，咱们来再读一下啊。内么行金扎西约吧，行金扎西约吧，牛耳肚人木柴汤，牛耳肚人木柴汤。再来一遍啊。内么行金扎西约吧，行金扎西约吧，牛耳肚人木柴汤，牛耳肚人木柴汤。好，咱们再学一个句子啊。这个也是命令式加唐做命令式啊，咱们这个句子比较简单。爹妈普木爹妈是什么呢？就是就是引起的注意。普木就是女儿哈，就是这是母亲或者是父亲对这个女儿说的，实际上好像可能是母亲吧，哎，那个我感觉这个好像句子应该是母亲说的似的，实际上那个没有根据啊。说这个爹妈普木，就是哎女儿，就是让女儿注意。该嘛是个语气词是吧？哎，是个语气词，就是为。咱们前面是该报情报。哎，对，该报情报，对，就是那个该，哎，该嘛，哎，就是叫他注意。下边呢是要说的话，达拉粗儿，熏汤。达是我自己，哎，我就是自己这边，拉是对着自己，粗儿是什么呢？粗儿是这边，
这一边，就是粗日是这一边，就是向着这个离自己比较近的这边，哎，向着这个方向，这一边这一面这一点儿，哎，就是离自己比较近的这一面。熏是什么呢？是听，堂是命令式，这个熏也是命令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女儿啊，你当然是这是请他做了，你叫他听，说你听我这边，就是你注意听我这边，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要说话，你向着我这边听着我的，就这么个意思。你对着我的这边来听，哎，就是这么意思。这个听呢，咱们也54页还是54页，咱们来翻回来看一下啊。54页第一组的最后一个单词，你看啊，三熏，这变化很简单，就是命令式加个哪若，其他的都是一个样子。这个听跟咱们那个就是平常的听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是听的敬语，这是听的敬语。三熏，哎，回来咱们再来看一下例句子。这只是对女儿还比较客气啊，用的是敬语，就是哎，女儿你听我说呀，你注意听我这边。哎，咱们来读一下啊。给妈普木达拉粗日熏堂，这是咱们来要不要读一遍？读一遍啊，读一遍，咱们休息一会儿。从这一页的第二个句子开始啊，是爱诺尔给却给汪音米用，却让了越南，开始笑，提民，爱往这度嘛的，第二句，他俺给包啦嘛的，第三句，给包所学论包南，破张度小记，塞尔外大日银白，他送喜，昂白瑞白，开瓦对记，哦，我读错了，咱们再重读啊。昂白瑞白，开瓦对记，却给心底，马决记，开家葱巴南，龙白铺也给，马卓西，这边却紧巴切对呢，听那越北诺尔他们见，紧巴日缺席，那么行金扎西约吧，牛儿都rei木垂堂，给马普木达拉粗日熏堂，好像周老师读这个训读的是这个去声，你记住这个在古藏文里头有一个在后加字塔，就是现在不是原来不是说古藏文两个在后加字吗？一个撒一个塔，这个后来文字改革的时候把这个塔给去掉了，所以现在但是呢好多这个词啊它还保留了原来有塔扎的那个读音，像那个沁帕尔就沁吧，很多都保留了那个读音，所以你记住这个有这个塔扎的那个是三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叫拿ra拉，这三个呢正好是我找了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呢？正好是那个地点状语的那个三个词，拿在什么地点哈，ra也可以在什么地点，拉也可以在什么地点。
就他们都有可能后面带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带。应该是可能这个对吧？不敢说，对，应该是可能。对，他有的时候他会读低调，但是呢读降调，但是呢就是跟就是说有他的。这个对现在的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现在取消之后就按照正常读就完了，这是一般的哈。但是它有很多保留了原来的读音，出音变了哈。哎，对，就是保留原来的读音，所以就你会感到奇怪，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现象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咱们休息一会儿。